今日嚟睇呢套房嘅時候，我就俾呢個風格深深吸引住啦。南北對流，再加一個大橫廳設計下，客廳出嚟就係7.7米嘅南向大陽台嗬。平時喺陽台上面同3、5知己飲下茶，傾下偈，一定好寫意。我話佢係博愛路上邊最好嘅戶型，一啲都唔誇張下。過嚟嘅話就係你屋企嘅餐廳啦，可以容納到8到10個人哈，朋友聚會一啲問題都冇。旁邊仲有一排餐邊櫃，呢個戶型仲會有生活陽台。廚房做咗白色嘅櫥櫃，搭配淺灰嘅地板，都好靚吧。格局4個房間，改咗一間房做開放式嘅書房，就剩低3間房啦。書房對面就係公共嘅衛生間，做咗3段式嘅乾濕分離設計。左手隔籬呢間房你可以做成兒童房嘅，咁做埋書櫃啦，旁邊可以放得到一個定製嘅大衣櫃。呢個單位總共有3個衛生間嘅，咁隔籬呢間房就做咗套間設計嘅，可以留翻俾我哋長輩居住，就更加之方便啦。咁呢個單位亦都位於樓王單位嘅前後都唔靠路下，非常之安靜，望嘅都係小區遠景。最後嚟睇埋你屋企嘅主人房啦，一個大主臥加上大嘅套間設計下，咁配備翻浴缸啦同淋浴房，呢個空間足夠寬敞。主人房亦都做咗2個定製到頂嘅大衣櫃。出嚟嘅話，我哋一眼見到就係一個非常之大嘅窗啦。你可以想象呢個窗過面嘛，完全冇遮擋。你睇睇樓間距，亦都係非常之闊嘅，綠化率非常之高。咁樣嘅戶型格局，你中意嗎？